多個新盤推售，帶動二手樓市交投好轉。分析認為樓市回暖同股市向好有關，不過樓價短期仍然受壓。新盤氣氛熱鬧，連帶二手成交都增加，個別屋苑更加做到價量齊升。以鰂魚涌一個屋苑呢類大約500尺嘅兩房為例，代理表示作價一度低見700萬，以近期平均尺價推算，單位市值已經回升到大約760萬，較低位反彈近1成。3月份咧，太古城咧去到16宗成交，個成交宗數咧明顯係多咗嘅。最主要咧3月份咧成交咧個大單位比較上多，應該係啲換樓客咧佢出嚟由啲細單位轉啲大單位為主嘅，所以變咗嚟講，今個月嗰個成交嗰個尺價咧係明顯比上個月咧都係升咗嘅。上個月2月份咧個平均尺價咧就14,000幾蚊尺，咁去到今個月份咧去到15,000蚊尺。統計顯示，50大指標屋苑成交加快，3月頭2個禮拜有202宗，比起2月同期增加43%。有分析話，市況好轉同股市走勢向好有關。一手見到過去一段時間賣得非常之暢旺嘅，咁啊令到成個樓市氣氛都帶動起上嚟，咁啊有啲向餘客啦嚇，咁都去翻二手市場尋寶啊，咁所以見到個二手市場都旺咗嘅。咁當然除咗一手帶動之外啦，你成個即係嗰個股市啦嚇，即係近過去一段時間啊，今年以嚟啊都係枕住咁樣上升嘅。咁啊股市做得好，升幅升得多咧，咁成個市場氣氛都好咗嘅，啊咁啊都帶動到個二手個交投咧，都係活躍咗啦。陳海潮預計小陽春嘅旺市將會延續，預計今季二手買賣達到7,200宗，下半年甚至會再升。不過價格就繼續受壓，最快要到第3季先至有向上動力。無線電視記者左欣玲報導。